Hello，大家好啊！趁住咧屋企人嘅小朋友終於考完試啦，咁所以咧我就想帶佢輕鬆一下，參加咗一個親子訂製唇膏體驗嘅。咁等呢個貪靚嘅小朋友都可以放鬆一下之餘，又有潤唇膏可以帶返屋企。咁我哋咧今次去嘅時候咧，就選擇咗係可以有色彩調製嘅唇膏體驗嘅，就喺 KK 碌嗰度買。咁但係咧，要首先做嘅咧就係揀咗你想要嘅唇膏嗰個質感先啦，同埋個顯色度究竟中唔中意啦，即係中意淺色啲啊，定係深色啲？今次咧就全權由小朋友去決定佢想要嘅質感啦、顏色等等。其實去玩之前呢，我都有上網睇下呢間鋪頭嘅，就係 Out of Colours 嘅影片嘅。咁當時呢，以為佢鋪頭都幾大㗎，但係上到去嘅時候呢，發現呢原來都相對地比較細啲。不過唔緊要啦，最緊要呢就係個設備要夠完善啦。咁小朋友呢，就揀咗一隻比較特別嘅粉紅色。而我哋兩個咧都係做完之後咧，先發覺，咦，佢唔係應該會俾我哋調色嘅咩？咁但係咧，自己都當場忘記咗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參加呢個唇膏體驗嘅話咧，就記住睇清楚自己買嘅係邊一種種類啦。咁小朋友揀完顏色之後啦，我哋就開始調配我哋專屬嘅唇膏啦。如果大家想整兩隻顏色嘅話呢，可以選擇另一個價錢嘅 package 嘅。咁我哋就選擇咗兩支唇膏呢，都係用同一個顏色嘅。呢個唇膏呢，望落去個顏色呢，好似好深色或者好 shocking pink。咁但係其實搽上個嘴之後呢，就唔會話太深色嘅。而唇膏呢，另外呢，亦都會加一啲可可巴油啦，同埋一啲防曬等等嘅 liquid 落去，咁變咗呢支唇膏就會潤啲啦，同埋可以有埋防曬嘅功效。整體嚟講呢，我覺得今次嘅唇膏體驗呢都相當唔錯㗎。點解呢？因為呢間Out of Colours 嘅地理位置呢都相當之方便啊。因為佢就係喺時代廣場對面嘅金朝陽中心，咁喺銅鑼灣嘅市中心地段啦。整完之後呢，就可以帶小朋友去附近食嘢或者買嘢，都非常方便。而且佢需時只係30分鐘嘅啫，咁就唔怕小朋友呢冇耐性去完成呢個作品啦。但係真係美中不足嘅之處呢，就係我哋本身真係諗住可以調色㗎。咁呢方面呢，我哋自己有責任啦。同時間可能對方會覺得小朋友揀咗呢隻顏色就冇必要再去做調色嘅呢個部分呢，可以輕輕提一提我哋啦。因為小朋友呢整完之後都有提，我哋唔係可以調色嘅咩？咁但係咧，始終價錢相對地咧，就算喺 KK 碌度買咧，都有少少貴啊。咁所以短期內應該唔會再去試多一次煮。希望如果你哋咧有唔同嘅親子工作坊啦，價錢性價比又比較高嘅話呢，可以喺影片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因為呢，我都知小朋友而家嘅小朋友返學真係好辛苦噶，我都希望可以喺佢考試或者測驗之間完成咗，可以帶佢去玩，輕鬆一下。最重要嘅係今次嘅唇膏呢係有2支噶，小朋友有1支，我又有1支。咁呢，我聖誕節呢就可以用呢支唇膏去參加啲聖誕派對啦。喺度呢都呼籲各位睇緊呢條片嘅朋友，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嘅話，快啲撳個訂閱掣啦！最好就睇埋我其他影片，多多讚賞，多讚好，咁呢，我就會繼續俾心機拍攝更多唔同類型嘅影片同大家分享。希望你會點讚同埋分享我嘅頻道俾你其他朋友一齊嚟睇啊！下次同大家可以再分享更多唔同嘅影片。
記得用唇膏嘅時候咧，少少咁樣用。